欢迎收看《香港太上宫》。有花太家好。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总阿总股。唔知大家有關心到這個成法嘅環境冇？根據呢個醫學期刊《The Lancet》嘅發表有指出，青島呢台灣啊，唔單止台灣，全世界嘅環境嘅保護嘅條例其實都冇做到吼。因為用版講咧，全球哦有900萬人當年佢哋嘅死亡都留喺呢個污染有關係吼。到底你成法當中用辦去落實呢個環保嘅議題咧？你見面邀請到50後生人留大家分享，佢哋好多成法當中用辦來做環保，眾上來歡迎。好，首先歡迎係志怡。大家好，我係看到北極熊冇不看，我就先從會叫嘅志怡。哦，什麼人愛會叫？唔過我知道北極熊看到人愛會叫，嗬，佢都應該知道。用誒？唔可以用誒。第一就愛歡迎係李家。大家好，我係董永義老快用唔見體嘅呢家嘎嘎。呢啲發送本然咩唔拉啦，嗬，加環保，加環保。好，第三就係小嘅係關權。大家好，我係地波卡一定要採人氣嘅關權。哦，真係講大送錢嗬，看見用品來聊錢聊天嗬。第四就係小嘅係費錢。大家好，我係出門時候放插頭嘅費錢嘅。出門時候放插頭，按反駁嗬，懂厲害呢。到底怎麼做？等一下來告訴大家到底怎麼放插頭。好，所以每一就係小嘅係小鳳。大家好，我係後生戇戇，唔反駁，唔過兩下見來見地愛反駁嘅小鳳。好，聊舊進步就懂得的鼓勵嗬，加要講到嗬，全世界。當年有900萬人嘅死亡都留污染有關係，呢污染吼造成你生活當中動態嘅困擾吼，大家嘅生活當中知道最大嘅困擾嘅污染到底係乜嘅？附近先可以講一下好嗎？你係對我非常愛是到冇感冒曬嘅是係空氣污染。空氣嘅污染。係，我頭擺張去到台中嘅時節，我知道台中以後哦，空氣好，和天氣咪好，市場因當然都做在洗皮蛋嗰種感覺，和唔過兩下是係，我知道空氣到台中係非常慘嘅。對，規年嘅天就灰咁樣。係，從我兩下差到5倍，天到5倍嘛，一日一日，更一天啦，嘅灰啊！玻璃，真是1000塊噴，從我頭擺我都唔知嘛個按到過敏，佢兩件嘢是係我木住為開，係我看醫生，其實當我講，因為我頭下知道，是不是自己該隱形眼鏡冇洗牆係嘛嘅？我自己看醫生，結果醫生當我講，你係過敏。哦，因為空氣嘅過敏。係，所以兩下凍準哦。木柱開改時間是係那個空氣指標就是橘色指標，嗰種可以引起空氣偵測站。係啊，偵測站凍準。其實空氣污染啊，大家應該嗬平常時成日到台灣見來見吃到有感嗬有感覺，係唔係自己？係，其實從嚟就係空氣污染嘅受害者，因為我本身嘅鼻孔嘅過敏啊就真嚴重。講嘅你啊今年有更加嚴重，係因為我鼻孔過敏，我嘅木柱咪過敏，木柱過敏，我嘅後臉咪過敏，嗰種規身嘅都係清陽，係真正清彩過。奠定下來係。係，嗰種最好嘅方法就係用埋呢個移民啦。移民，目前用埋移民咯。發夢啊嗬！發夢啦。唔係真嘅，因為嗰陣時我去年嘅時去日本搞啊，嗰陣時我去日本嘅時候，我感覺呼吸道的密透就完全唔夠用，係我去日本嘅時候完全唔會過敏。係真嘅，我大伯去日本就知道，這樣才差那個緯度才差10幾度，因為長暗多，真嘅冇夠用，係唔係？除咗啦，空氣污染係沒有其他地方。有，我咪聽到嘅就係噪音嘅污染。噪音嘅污染。因為像有啲時啊，我冇做事嘅時節，我就傾向於咖啡店了。不過你下聽到嘅咖啡店就真係清吵呢，就非常嘅噪音污染。嗰時我就會貼啲小錢講，下安靜嘅咖啡店就係下偏遠啲嘅。偏僻，細到山空黑嘅。偏僻嚟啦。係啊。平常喺貼啲會 Google。講重點清嘅咖啡店，不過從兩下清楚嘅咖啡店，所以它是指標是說非常的非常乾淨。不過在咖啡店，大家 Google 過後點清就會變噪音。
冇唔錯，因為呢聽有名咧就會聽到人氣。古時我感覺係地方嘅氛圍嘅問題。像之前我去松煙地杯度嘅咖啡店，就真係清點清，因為地杯度嘅店員服務嘅人啊，咩清點清。太假假文青啊，係唔係？唔係，因為真係氛圍，因為呢地杯度就不用清到嘅書本啊。古時去看去地杯度嘅人，大部分都係去看書嘅。睡眠就會安靜咧。冇唔錯，還有最重要嘅就係佢表嘅音樂並沒有關係。將佢表嘅音樂，大部分都係輕音樂，什麼古典音樂啊。如果講到啦噪音嘅污染吼，還有聲音吼深受其害，林冠權。哦，我老大家分享一下，我新疆嘅噪音污染。你就係最大嘅噪音啊！係噪音污染，我先電影講啊，因為我呢次睇到爭水務嘛，呢次睇到要該哦，青島嘅茶葉啊，來來去去啊，還有大樓嘅裝潢啦，還有施工啊，安樣型啊，哦，青島嘅噪音污染，哦，我就新疆安樣型啊，哦，咁講呢，我做得有問題。係啊，跟住做得帶到空嘅地度啊。誒，空嘅地度唔得啦，你會空嘅地度做青島嘅廢人呢，我上到泡泡槍槍，你就會發現大家會笑。好叻。OK， 好，然後按問大家給自己評分，打分數、打分數、打滿分數。你這個吃到這個環保指數有幾高？滿分係5分。然後向大家來寫一下。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們想一下，假使兩滿分環保指數滿分係5分，你知道這個做得本這個幾多分？先來看。跟小鳳，你本這個係3.51嗎？唔係啊，3.5分啊，3.5。嗱嗰個，你滿分係5分，唔係500分。我啲係5分啊！即係我講法咧，3.5分我應該就係5分咧。你話你講法啊？係啊係啊。我真見我知道我要3.5哦，我係跟你介紹咗幾倍啊？給你解釋一下。你看我頭髮冇帶塊。我哋喺快思維帶塊，係嘛？我哋就要正菜啊！我頭髮買飲料，我而家自家帶水乾咧，哦，自家帶水乾咧，係嘛？我哋就當環保，我雖然冇用嘅，而家叫人哋話竹竿啊，係嘛？環保竹竿，係啊，我雖然冇帶，佢就盡量剝色就好啦。係啦，真嘅啦。跟而家唱嘅就咁嚟講啊，不要有來源就不會有污染，對嘛？最環保，我就少可用誒，我去市場買菜。人家會本身塑膠袋，好啊，你要用到塑膠袋嘛？唔過我會2次使用、3次使用，種鐵色啦，種成人嘅尿布啦，哈，我冇浪費啊，應該一環保嘅。冇，愛用就浪費咧，愛用就冇環保。你應該老頭家講，我唔是塑膠袋，我自家要帶環保袋。輕量啦，係啊，冇按嘅，細拉係輕學嘅件東西。嗰種3.5分係按你來。係啊，我主要學人家講我係要用嘛，叫做幾扣一分，啊，我冇用竹竿，哦，2.5分，按你3.5嘟好，哦，嘟好，這個價問心無愧，問心無愧哈，嘅，自己有冇本這個5分咧？因為人家講我冇像消防按碰風啊，我是講欠皮掉嘅啊，欠皮掉，當然欠皮掉啲麼？我想做嘅咁樣，要自我審視。老阿伯過河，用吧。哦，冇睇見啊！我剛剛咪講過，似個係4分咯，係因為其實雖然平常人就有習慣講，我哋帶嘅環保嘅筷啊，還係湯匙，我沒有用環保嘅手管咧，我沒有帶環保袋，唔過我講過，我似個係反省自我啦。除了交通嘅部分，我咪係坐嘅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嘛，平常時我那係有時間翻，我咪係行路，故上我真係環保達人。唔過呢，你是分用版 Q 轉來。因為呢，你有的時間平常去攞杯去買東西、試東西嘅時候，我哋唔記得帶埋個餐盒，睇人家就用嘅一次性嘅餐盒，我就剛剛愛用冇嘛環保。冇環保，冇點什麼報復行為係冇？嘅費錢哦。嗌哦。本自家幾多分？係4分，唔講嗌同佢講聽，嗌做嗌做5分。你看我從嗌到冇卡，係嗌吹冷氣，應該是一定27度。哦，係27度。韓國係只要嗌3英度6度，嗌是唔會吹冷氣。哦，係韓國出門係唔是時差，嗌是會大眾運輸。係韓國出門是環保廚
同时一天会，韩国是系俺个卫生纸，俺会跳到马桶里面冲掉。哦，系韩国是系俺熊熊，还有嘛个，还有俺会自己系倒垃圾啦，俺唔会用垃圾袋，当然到垃圾袋不用垃圾桶底部嘛，俺系用保质铺。哇，铺但系喊垃圾差了，俺是贵张垃圾桶。用树拿？唔系用树拿，系出价的，就垃圾。用豆啊，垃圾桶要留着啦。台中做的跟其他地方可能做唔得。唔可以做的，因为你看有分类，从俺没分类，系喊我出门可能我包包底会多，我一定要手拍。哦，所以我係咪做5分？我已經嘅環保小貼。你聽音樂冇出門就仲出賣色啊？係啦。誒，出題兩樣啊，你成發當中到底含有乜嘅環保嘅行為、環保嘅法則做對來遵守咧？你先聊下，等下仲嚟嗰再講有乜嘅環保嘅方式了。哦，我送上嘢咧，哦，嘅天后錢我送一下。哦，4000條呢啊！我牙婆看到我會打死哦。阿妹愛食菜油辣貴呢，係唔係？剛剛講起係殘害地球的熊樹，你是要消失，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嚇，家輝佢要講到分類嘅問題嘛，聽講有一個人嚇，叫爸爸媽媽分類大頭命。竟然按到王小鳳，真見大條命，佢啊死人我要乜嘅貼成點啊？有一個一死人係做一死人，佢根本就冇貼成點啊！所以我咪煮菜咪嚇，啊我要廚餘嘛，我爸要種菜，然後嚟攪起來，當皮料，啊你就冇貼成點啊！啊見到飲料啦、外食啊，全部冇色的人，我咪係自己帶片筒出去做先咧。即係根本就冇貼成點啊！佢最大嘅貼成咪係衛生紙，唔過嘅衛生紙我看咪嗬，嘅片數用1包衛生紙咪嗬，2張嘢以後張起咪嗬，看起來好好，係出來，係啊！即係你可能平常時咪嘅就會抽一張衛生紙來出嘛，嘅就唔會啊，可能桶灑出來一用係咪嗬，佢就去拿作布，用作布啦，射槍來，唔係啦，唔係，工作佢根本就冇貼色，唯一我有貼色嘅時間就係我進步嘅時間，哦，就我有貼色，係啊。鼓手，你覺得垃圾製造機係嗎？我睇佢最反駁啦，先幫你扣0.5分起啊！你可以扣誒，再扣2.5分，唔過你家咧？我本我切㗎2分耶！2分咧，2分。我切㗎非常的誠實誒，因為我切㗎雖然看起來懂環保，唔過呢，看起來就唔誒，老觀眾朋友講，環保大使啊！你家講嘅看起來懂環保，其實切㗎我攞切㗎用辦講，因為哦，人上都講唔是化妝品懂環保。安子生，小夢主持人嘅新冠都會放喺啲咧。無人愛切㗎，本來切㗎2分，係因為我接受到嘅買當到嘅環保嘅塊嘅同時啊，不過我都全部用唔見睇。係啊，真係咧，環保塊當中免洗塊。大環保，我我都會支持啊，都會支持說，我買好，我記得買，不過像有一擺我就淋嘅涼水嘛，淋涼水就愛滴體沖嘛，滴體我就當容易留個足管強下嘅滴體咧。我想我大擺拿個足管啊出去轉去又冇咧，我就知道，唉，全部滴，我冇亞鹽分啊，對亞環保東西。習慣啦，嗰時係難食啊。冇啦，我當用心咧。嗰時唔分切㗎2分嗬，加下小分半扣體2.5分，嗰時唔下動權哦。好平要啦，好平要啦。真冇冇寬鬆嘅，係啦冇寬鬆。等下，如果生意點炒到順行，其實係連乾權啊，本切㗎係幾多？哦，本切㗎2分。然後嘅呢個注意下團水啊，2分對啊。因為咧，我按布頭嘅時間，大家都知我按布頭冇水冇啊，我就啲。比較嫌來嫌去啊，大吵大鬧，就跟有很多鄰居來抗議啦，還有送辦還有警察，警察來都俾。搬家唔水冇在故意上故意叫做嘛？冇係啲衝狗嘅，按不頭水唔睇人，佢就練狗啊，衝狗啊，按樣啊，冇法度啊。你靠呢篇你嘅感受啊？我感覺見到糖毛啊。
你會注意到順風嘅人老七個係唔係嘅成發嘅習慣有冇強樣？班長唔衰冇嘅人，唔過配上人你時條去上班呢？安尼好冇？係唔係？係先呢？我都係帶散檔，係先。除咗啲以外嗬，你會看一下。七家成發當中支出幾多嘅垃圾？根據呢啲數據嗬，有表示講嗬，呢一年嗬，行政院環保署嘅統計嗬，台灣人平均嘅垃圾量係740萬公噸，740萬公噸哦，就係講當年有產生1公斤嘅垃圾，按度呢，大家平常時支出最多嘅垃圾係乜嘅關鍵？我去飲料店買飲料嘛，跟住飲料店梗係都塑膠嘅肥嘢啊，係啊，我卡就青島嘅塑膠嘅肥嘢啊，青島嚟垃圾量面製造青島啊，還有嗌進步嘅時節啦，有冇？嗌開門哦，嗌提件事情。先開冷氣，你唔開火係？先開冷氣，我一次哦，當關門。佢按你一天時間嘅天料錢真多呢？真多咧，一吐5條嘛，嗌煮飯嘛，嗌送上夜咧，嘅天料錢嗌算一下，4000條呢啊！咁阿婆嗰度我會打死哦。阿妹愛食菜油辣貴呢，係唔係？殘害地球的熊樹，你使用修正，對，才知道自己良心吼，有的心泡泡太激動吼，你不要這麼激動好嗎？我啲關鍵係垃圾嘅，你咩冇按呢？你講下你平常是支出嘛嘅垃圾好？其實我沒有檢討我去嘅，我感覺你支出嘅垃圾就係細每年啊，大家呢愛用到嘅衛生棉，因為呢，你阿真係有啲浪費大數，唔講咩冇辦法，因為必須要嘅，真嘅係必需品。即係我哋附近有建議嘛？我哋咧係有一種是係補而走嘅，用補而走衛生棉，係很用一道，你說洗一道嘛？我其實洗改期間一直自己催眠自己講，我很環保，我愛地球，我在愛地球，對，我在愛地球，那其實已經沒走對啦。為了環保，必須下苦愛地球，為到北極熊，對，為到北極熊，對，辛苦一下好嘛？給你家平常是支出嘛嘅垃圾錢多？我支出嘅垃圾應該就係衛生紙嘅啦，係，因為我支出衛生紙咩係當然都係必需用品嘛，尤其係我嘅屁股接上位過敏，故錯啊，接上都會用到衛生紙，就支出嘅當到嘅垃圾啦。係啊，因為衛生紙係人生必需品，係咪？小鳳哦，你有知道嗎？攞佢佢用咩係衛生紙？你要去講我好朋友啊！你攞冇佢用，因為我當好強力嘅人，我說我出食物咪好，我一般我就用2種，對折以後好出食多，最後要按上槍啦。唔係人嘅意思講，愛食多安尼，係2種食多安尼。那有聽到咧，聽到咧，故作時常會痛。講出嘅嘅。就係幾點出唔相離。唔過我有朋友嘅媽媽，佢出動環保，佢送 pencil 嘅時節都用樹拍嚟出招。送 pencil。嘅太大號用嘅，我是。係啊，冇啦，佢出嚟變到。卡棒底位度，不，睇下唔知邊種，他嚟講一下，佢喺講咧有太好大號嘛，也係偶式，就用水先沖槍哩，沖槍哩以後再用樹拍嚟出招，係，故說佢真係喺嘢點點嚟做環保嘅阿妹，因為佢家屬都唔會見地講，哦，大家愛做環保啊，因為佢都唔會愛用，佢就點點嘅低調嚟做環保，愛 TQ，將佢送嘅那個小號啊，偶鳥嘅時間，佢咪係用樹拍嚟出招，係。出走以後呢，再用水來洗槍哩，洗槍以後將拍到嘅洗身健康，按用2條零電來用，係做懂環保嘅。真係懂環保，唔過吼，佢係幾多伏卡當做對按2條，把洗好來把槍來啊，錯，因為佢我杯可能行係會用到衛生紙啊，將佢握下將會用樹拍來出走，所以我杯就得唔便利咧。唔錯，不過佢爸爸呢就動腦去按牛，真係。係，佢點用嘅咯？因為你夾爸爸啊，接送啊，就用2條嘅樹拍來洗面，難怪實在嚴重。我攞現在睇講係難怪捱坤大朋友嘅爸爸嗬，幾面啊，哇，動好。太嚴
节目你做反驳爱洗面，最近爱吃到好给当好爱测试。不过自己平常是还有其他的事系冇？哦有，其實像你大家呢就會買嘅衫褲，青島時你係做嘅棉路當行買衫褲，像棉路當行買嚟嘅衫褲，寄來一定會有包裝，佢一定係塑膠袋。故所我大擺買嘅時，拿來拆開就講，我衝嚟。非常唔反駁，唔過人要排些老啲記條講，因為記條都係工廠做嘅，嗰時候 SOP 一定係包起來嘛。但係我 TP 來記講，我嘅唔是包哦，唔是包嘅塑膠袋，就得聽奧克了。係真嘅按奧克。聽歐巴咧。係啊，真係聽我按將就冇喺做牙線。係啊。咁你好自由工作者哈，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 就是接上會做到青島嘅衫褲賣衫褲，咁真件做嘅多。係啊，因為像係一陣嘅咩係買2、3樣嘅衫褲，像剛剛佢嘅問題，因為係講冇用塑膠袋嘅啊來去包，會吃到幾個來好像當中係。頭擺有做過，我做嘅，故說真件都難避免啊！真件都難避免啊！那會不會忘記拿出來穿那麼多衣服？有誒，有上次真以為唔記得，故說就會有啲大送。一分。誒冇，我至少別關權5分。因為我啲都冇喺考量去嘅。總唔定我要換片。故說跟平常冇做到會來檢出去嘛？誒有誒，因為我加上都會固定啊來去整理，故說我冇做到嘅衫褲都。會變起那個衣服箱啦，衣服箱，兩邊做的算是一個循環 recycle 嘅概念，自家做唔到做啲檢本片上關鍵咧。哦，我頭擺啊，要買衫要冇，一個禮拜去買2刀。哦，幾日多買幾多衫？一刀我買幾千條按用錢啊。哦，因為冇辦法。哎呦，1000條，冇辦法嘛。因為自裝費啊。唔過你嗌你啱要朋友嘛，要冇錢好買衫，咁樣就切險記誒。來嗌個副卡哦，佢買個衫哦，就這個先。誒，小寶，係啊，等下去講副卡，等下誒，冇，我等下水夢，等下就水夢。其實哦，衫褲同行哦，衫褲底度後尾做啲做反駁，等下飛權喺老太家小嘅用品來買藝術嘅衫褲，你下閒聊一下了。一禮拜買200，幾年咧就冇買衫。今日神康嘅衫褲，哪來？我一當今參加嘅節目，因為我哋樣我真要好買衫。我記得對我買嘅出4到2下，我真買過，他冇4、2、3日。按水哦，按水。我哋大概抽壓力都有一種迷信。好，歡迎大家都再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啊！剛大家要講到平常是買青島嘅衫褲哈，關於係飛權平常是買青色衫褲係？我一陣嘅差唔多賣限量啦，不過兩行嘅時係本來自己一個目標係今年狗腿杯子我都唔會再講賣衫。竟然我接上節目啊，我出去表演用嘅啫。我睇有隻動厲害嘅那個服裝提供的人成日落賣。哦，妹妹是服裝提供者。係，我特別是轉去比如講，今天錄6集哦，你度錄6集，我是攞佢食6星。哦，6星昨天和10個又轉去攞佢10個食6星。那有可能，因為這邊你永遠都欠一整嘅，欠一兩哈。因為啦，相處。我頭先講嘅係冇賣新衫嘛，或者應該會賣舊衫，即係二手衣服。誒，到哪會攞去賣呢？你從網絡上面沒有啊，還有的其實沒有實體店家，基本係賣二手衣。還有一張我是有動厲害嘅，是你走在青街基金會嘅義賣嘅時間，係華山基金會嘅。係啊，韓街咪係平均當好，唔會講太差啦。因為四強力。係，叫真呢個啊，韓價錢咪唔會講太貴。係啦，講到兩藝術嘅衫褲吼，你自己有咩？很有經驗。其實我真係要買藝術嘅衫褲習慣，咩習慣啦？其實我平均大家呢會每晚買3、4兩衫褲，有啲衫褲唔係特別平常時去做嘅，因為特別從下係要主持啊、發通嘅時間去做嘅。不過有啲時間，真係有啲衫褲真係買到唔適合係因為我就會送本我屋企嘅Julia啦。哦，Julia 就係我哋屋企嘅外籍看護，佢就非
非常中意我嘅衫褲，因為有啲衫褲可能係配衫人送嘅，送來係新嘅，唔過呢唔適合我。係，我就會送半件，佢就挺中意。像今年我咩唔生意就買到一兩衫褲，搶太涼咧。我就送俾我嘅阿婆，我嘅阿婆咪挺中意哦。送我嘅衫褲咩？做係送俾 Julia。多謝。嗰種老關鍵叫用這個做嘅想要淘汰的衣服，先問一下旁邊的人使用冇？你懂嗬？一個 recycle 嘅概念啦，係咪？嘅小鳳咯。我啊，我看我啊，你個點，係根本嘅貼一命啊，咱一本嘅啦。啊，咩買一本？大條命買個地方大條命啊！而家講一陣嘢買幾多新兩，一陣嘢3-4兩，一禮拜買200，唉，幾年咧就冇買衫。今日神康嘅衫嚟來。而家當今車嘅節目，因為我哋樣係真要好買衫。我記得對我每日出4到2下，我真買過差冇4兩3兩5兩。難怪你大概抽亞運都有一種迷信。迷信，你們冇細神啊，冇買衫啊，出番手。即係我嘅拍拍嘅衫都係黃黃嘅、長長嘅。冇，因為其實我衫褲穿到，唔過全部要做 Q 嘅嘛。啊，我做 Q 嘅衫係冇病嘅。我當時出面嘅衫咪好，我就會留啲做下，做啲頭天嚟。係，冇就係從一天過體以後嘅天山洗槍來，我會拿衫褲包起來。天山嘅衫。係幾張唔可以歐洲睇，乜天山嘅衫。天山對你係很多衫褲。我包天山嘅衫褲全部做到用嘅點嘛，嘅叔叔啊，鋪上去就擦過嗰種衫我就會拿來包，冇就很把個枕頭。從一天嘅時間有上是動物出很把個嘅枕頭有嘛，我就會套一件衣服，係差唔多1禮拜啊，咩唔是食，嗰兩日出街做得可能每天要病退去。寒天嘅時間又係捱衫。就不給我當那個被子被墊，因為寒天色彩我們那種家犬沒哈很弱，東江狼啦，東江狼講，哎呦，你做給我還愛江狼嘛？哦，就要給做衫，係啊，故說捱衫沒好。淘汰就變睡衣，啊睡衣就變工作用，哎呀就變狗的床鋪，對，狗的床鋪。古時候我哋哈捱睡衣，並捱春外衫較多，很多睡衣做乜解咯？物盡其用就錯啦。不過你哈問題個轉到副卡過後哈，用夏天嘅用品來使用，將會省錢；用平常用品來用夏天嘅呢個。我哋不下陣係非常嘅上天貼一命，先攞嚟加2份，2份聽咗，2點2份差唔多。因為我哋不好好，唔會像關群按用，當然都會吹冷氣，按用就做唔得。像我哋不好好，就有事冇事唔會吹冷氣，因為我哋不好係坐北朝南嘛。古時候啊，不好唔會接受唔會動力嘅感覺。通風啊，嘅冷線又光線又清好。真嘅，韓國我爸爸啊，咩接受會督促我說，聽說愛關天火，因為這個時間冇水速嘅關天火嘅話，我就去會本去面壁思過。古時候就是就有按用誒習慣嚟。天數嚟管天火啦，唔錯，像我屋企咪係爸爸天珠沖咧飯煲，係那係你冇做嘅見風嘅時，一定要管佢嘅天火。像係你嘅樓台啊，沒有樓台見嘅天火嘛。我爸爸講冇人行嘅時間，有人行嘅時，你行嘅時爭開，我行嘅時就管佢，行過去就會管佢。因為老是跌佢。係，你係冇管佢啊，就會弄就好。好，那你跌佢。弄。關鍵啊，平常時。我有相當嘅一隻朋友咧，後期因為細個嘅時間，佢請強貴啊，哦，你比貴還要強好嘛？你冇看嗰個時間，佢都要開天火，所以冇個時間咩開天火係總得關嘅，因為佢要強，要強貴啊，佢要強貴係啊，啱啱佢要強啊，唔該捱望，因為捱到呢次頭上水木，冇茶。你慢慢跟摩擦，你的水母時，你係咪用天氣啊？係咪用夏天啊？係咪強用？你按部條用啊，你時條用，強用啊，係咪？大送，係強用大送啦，冇爭啦，係咪？回見哦，回見冇卡嘅天氣。我絕對唔會過度使用，係因為我知道咧係因為我長時間那時候離家空用，係因為習慣咧，長時間習慣咧，從開始都會放插頭，像你行熱天啊，沒有出天傘，係。喺啱冇出天傘，已經離開天傘咧，天傘嘅插頭咪放。哇！即係講北天咯。就
你无看这时间，你无看可能你先插个插头，我你是要掉刷你对无？我讲咯。冷气的我也没拔，冷气个爱系冷天爱怎么放嘿？从爱今日出门爱是无看含有变相了冷气。听，其他全部放开。其他全部放开。平常是出门嘅时候，市场里面放开嘅。洗衣机没拔掉，因为我俩都用修洗。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环保小天使，范宝这5天使，掌声鼓励一下哈，鼓励好。是蒙爱嘅阿妈，是蒙爱嘅账单，是蒙爱嘅账单哈。我们迄神蒙账单来将油后按反驳，因为来台湾咩迄高天哦，天丝咩大块，冷气天山全部大块，啊高天哦 UV 都没足，故说天风咩黑大块。规件包嘅要不解好快就全部大块就抽嘅，后来咧也下七家，我那不个添了钱，水天牙齿全部是个叫，古说我哋下咧，天咯，冇诶，中秋冇诶，哈，个天回来就一天晚水术馆。系啊，因为下天了钱去干那边啊，半夜3、4点行不风起来，关冷气唔对嘛？嘿，咩人冷气快退，总唔得天使啊！唔係按像我安尼講嘅吼，至少安尼較辛苦啲喂，安尼就知道愛較反駁，現場都是加分冇？0.2分鐘。0.2分哇！真係愛也動畫。對啊，我老觀眾朋友講一下，假使你出去一下聽聽，嘅冷氣啊，然後天山啊、天府，真嘅唔事關，因為你快關啊，然後你跌起來又來跌退，真嘅東大上天，故說出去8點鐘以內真嘅唔事關吼。不過你係有一個新嘅政策，2019年1月開始吼，你冇提供塑膠嘅竹竿都店內使用，不提供塑膠吸管，不過外帶還是有提供。大家對呢個政策有乜嘅想法咧？自己冇礙，因為我非常支持呢個政策。係真人感覺用嘅塑膠嘅竹竿係人類較自私嘅一點嘛。因為你就是從出去看講有新聞就有嘅海龜啊，佢哋嘅屁股本嘅塑膠嘅竹竿插到，但就感覺按用非常唔好，因為人類因為刺激嘅偏離，就會傷害你嘅同伴，按用非常唔好。講到呢塑膠嘅竹竿吼，會綁體大家嘅模仿片嘅感覺啊。其實我感覺咧係習慣，因為那係你唔提供，人家就冇辦法用嘛。故說像我自家買嘅環保嘅竹竿嘅時間，我因為順勢買俾我嘅男朋友，可能佢一開始咩冇時間我帶出門用，唔過佢自己買嘅涼水嘅時，佢就想到講啊，我要環保竹竿，唔過我呢下要買來用咧，佢就講唔好，佢就冇拿嘅竹竿，佢就單純就用嘅涼水嘅別，佢就將嘅包裝嘅塑膠嘅拆開來，就吃比較零。佢就講按用做對，我感覺慢慢進步係以後嘅啦。就是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要真的要買那個環保吸管環保嘅竹竿，給自己拆開來也是一種同好嘅方式啦。我講到呢片，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吼，大家來談吼，你海洋嘅垃圾一年人類都在製造幾多噸嘅海洋垃圾？嚇！一度想到難談，係10萬係冇？10萬，20萬，30萬，500萬，太誇張了，都沒有人猜對，答案是1億5千萬噸。1億5千萬噸，你還經濟嘛？個，人哋世界經濟的論壇的研究員有發現哦，你就係講1分鐘有1拖拉庫嘅海洋塑膠垃圾倒到海船底部、海丟度底部，就你那節目1點鐘就有60台，對不對？太可惡了，對不對？我覺得出人類，臭人類啊！像條白有嘛個海球味啊，然後還有寄居蟹那個把海啊，就把的那個塑膠蓋，佢哋嘅木塊都變成塑膠袋咧。所以馮總，你知道？我咩知道中秋冇開養啊，反正台灣冇，大家冇好買，係冇資源就冇用嘅，安尼係咪得到嘅國際嘅認同？係冇，係咪伴全世界講誒？台灣同讚，冇錯。台灣同讚哈，台灣有一個調查哈，因為喺台灣人做嘅研究，喺 People 嘅公民新聞做嘅研究，130人調查，有到底有幾少人用環保嘅竹竿？答案係15人，100個裡面15%有用那個環保吸管。不過，你15%底部，爭70有真件都得用。就是15個人買了之後，只有70人都在用，都在。為什麼買了不用呢？等一下我們回來再問立家中馬該唔用環保竹竿，嚟下閒聊一下。
我有去买艺术嘅sản phẩm，你團看那藝術係幾多錢？假使本單係500-600，差唔多藝術咩100 kg 差唔多嘛。係是5 kg嘅sản phẩm。幾咁作的？係藝術嘅天母藝術，嘅要四季幾位都買。我哋呢下係要自己做，係要呢。難怪唔乖乖。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家們理解做乜嘅？多帶酸來，為乜嘅唔用環保加拿貨？你愛用嚟壓力動態點哦？佢唱係知道係動重聽聽啊，因為迄個細細嘅卡棒嘅吼，啊就做唔得，攞去變一批啊，加條，係啊，點點。你係習慣嘅問題，從來你下就算帶聽細隻嘅卡棒係會帶，因為有段時間冇帶到飯店都會有點唔爽快。嗰種話唔記得啊，因為記得要按加 Q， 真係加 Q， 像你家嚟小家見到青島加拿貨呢嗬，有，哇，按到都定義買嚟哦，挨到都喺加貨，向下來算好嚟1、2、3、4、5、6，挨有6，其實還有多多，其實冇睇，仲還有乜嘅？幾要完整嘅係冇？就乾嘅啊！唔過像樣有上沙，有一半係真係想話，有人講係上到東反駁嘛，就想話嗰個竹竿嘛，還有個反駁一塊嘛，啊挨一大一寬，啊就存一幾天天啊，因為唔理用我愛用，就是無煙呐，無煙呐，係啊。好啦，你愛在這裡是保守誒。你幾按度係咪搭卡棒標嘅？其實你講講，你按多咋，搭卡棒標一咋就做得咧。唔過一動重點啊，動態啊，幾細嘅卡棒嗬，應用入用嘅。唔係啊，你還有那種奧維啊。好，睇㗎，好，有這個買，睇㗎，什麼睇㗎？耶，謝謝。最後會唔會睇強迫理解嗬？係咪？本人見來見啫，唔過唔怕，因為3年嗬，變行一插，幾3年按到連乾缺。你出門都帶埋個加拿貨本睇下講下。基本要帶一隻東西啊，因為乾缺嗬係親環保嘅人咯，睇下攏啲，啊，基本要帶。誒，兩個。哦。環保背帶啦，背帶，大家都要呢，我未要。你乜都係真要添添。等。因為我感覺我冇想去買個塑膠袋。塑膠袋啊！我嗌親環保嘅人，唔過有時間我哋間冇記得，嗌咩會買環保。真記按用講嗌就安心啲，因為嗌咩會唔記得啊？你講嗌咩好睇要喎？好啦。嗌你啊，真嘅環保中嘅環保啊，因為你係嗌阿姊結婚嘅洗電爐先環保呵。過來看一下環保小天使，見會帶到一太簡單呢。哎呦！會見啊！我老人講係冇開盤條白咧就帶來係冇？全部差唔多咧。煲完標本都帶來嘛？只係我出門咧都會帶啦。天好重啊！唔會。你看環保桶是一定愛嘛，除霉一定愛有嘛，吼，那是基本的，好冇？係，還有我哋還沒加入吸管，係，還有就是你凍厲害，那真嘅白咧，機動強，就是泡麵，係，有冇？真嘅係強嘅，係，真嘅係強，不要跌到天來。還有機動奉獻啦，你看買湯麵走得重，板條咪走得重。用一種吼，去杯點價嚟買，因為杯唔卡少條嘅係冇。唔係，一碗湯麵剛剛好，係，相信店家看到，還有空間，他再多給你。哇！希望嘅環保小天使還有吧，帶過來還有自備乜嘢？其實你會擺起，你做環保動作，唔看唔會省錢啊，因為嘛個又強力又危險，係唔係？都按到環保嘅事情，唔過你好像問太個平常時，會用嘅藝術嘅東西，還可以買咁樣二手衣料嘅東西，會冇？有，最近有去買藝術嘅產品，你團看那藝術係幾多錢？假使本單係500-600，差唔多藝術咩100 kg 差唔多嘛。係
生5克嘅sản婦，你咁作的？係藝術嘅天母藝術4級幾杯同埋，我哋係要自己做，係要呢。難怪唔乖乖嘅。我平常時咩要去了解乜嘅二手的古着店，係古着店，因為我講古着咧係輕時行啊，輕到嘅sản婦係古着嘅，所以係藝術嘅，冇咩做起來講嘅，我講到清楚。咁小鳳有買過乜藝術嘅商品嘛？唉，要我拜託嚟講嘅，我哋鋪書，我哋鋪嘅好強真件唔想喺盤佢講嘅。不係講，咩我哋鋪這件動厲害啦，有一個生意嘅，因為我生意嚟咩嗬，當到一開始出世間嚇當到親戚朋友搬咧。二手嘅sản婦個玩具，志祥啊最大嘅種志祥上面有3箱按多，跟產婦全部集起來細兩個3箱哦。一開始想講，干有時要按多，後來才發現到細人嘅細加下嘅包皮衣啊，真嘅應該揾3-4兩棟上當，係真嘅有人搬咪後尾唔是按你。建議買個性咧，安尼確實有反駁吧？有吧？有反駁吧？有，好，給他鼓勵，幫你加0.2分。跟後來上個老生意嚟買私人茶，啊，叫細台嘛，啊朋友就講唔好買，生意太當價啦，嘿，太當價，日下買咪嗬，起碼1年啦，大送錢，係啊，日就蠻強嘅啊，我學起來啊，大送錢，古時候我就哦。唔喺嚟冇買，驚訝不捱啊！哦好啊，日日都買不捱。哦，驚訝朋友對你真認同好嘅。係啊，就講搞朋友就要搞兩塊。本身揾朋友多咋？一主題咧，另外唐貢小鳳還有推薦嘅哦，大絕招哦，大絕招。我咪經驗張第一啦，帶佢去台北市蚵仔嘅物資交流中心。哦。啊，啲內咧，啲嘅山頭絲。山頭絲插運站5號出口，係哦，代言人。你咪記得喺度話，記得要當到嘅二手嘅玩具嗰個書，新人嚟看呢幾種書咪嚇，記得全部都有秩序嘅消毒清潔，確實有隻玩具很好，而且留嘅消毒完密封夾鏈袋保存起來，嗰大家就有編號。哦，新人嚟去搞咗的，你就帶佢去咪嚇，去搞數風、一風。我問下一行咪吼，數行我先數起來，數起來應該我去消毒，嚇，唔知道對去拿下一個，哦，係講咩做對老生意嘅註冊，註冊以後6歲以下嘅生意咧，一年唔做對帶2行轉去搞。哦，有進來是這種租借的概念嘛？就像圖書館啊，你不能帶進去。像生意咧書咪吼，淘汰當腳啊，當到爸爸媽媽會見唔買啲嘛。而係看生意嚟看過就冇看咧。像安尼唔甘願去加，生意做得看行較多嘅書，係又唔會大送浪費錢，係安尼有好多嘛？有。加小鳳講到呢個台北市蚵仔嘅物資交流中心，吼，喺呢個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來辦嘅，基本就係愛減錢啊，後生爸爸媽媽嘅負擔啦，就係經濟負擔較大，而本身人會吃到通宵物資。反駁再利用，唔過做人阿妹嘅回饋，沒有當到嘅二手新的老太子嘅分享係冇。其實เรา小鳳差唔多是係除了日本嘅，我哋是講到恩典牌。對啊，感恩牌嘛。係感恩牌，他某時我咪係上網去賣二手嘅，因為當到東西。其實從個嬰兒床啊，去抬凍架是冇辦法睡咧。有時候買嗰個伸縮的係冇。冇伸縮嘅，佢要賣二手嘅，佢只是抬凍架凍到是係用一段時間是就不能再用了，所以我就再個上網然後去買嘅。古時候唔但講做啲上千，還做啲傳千，都厲害啊！媽媽經果然厲害，給他一個讚，懂讚。好，接下來另外嘅冠權會去參加嘛個二手市集嘛？哦，有呢，喺高中嘅時節啊，有嘛？因為冇乜嘅錢啊，看別人做嘅衫，哦，真好看啊！哦，古時候呢有個學期末啊，有個學務處舉辦赤物招領二手拍賣會，按用樣就會去參加嘛。有青島嘅同學啊，就有錢啊，衫得貼哦，冇相干，我就會買嘛，我要買到50條哦，買到2-3千條嘅衫。哇，厲害！你下很有做。很有做，嘿，古時候唔了下，就係因為基隆市去參加二手市集，買到衫，買到衫褲，古時候了下就來變賣本片賺嘅。
冇买爱这个保存，因为应该是回忆。好啦回忆。但是講佢喺那個嘛，生年以後萬年一掉嘅概念，係唔係？哦，係啊，還原嘅感覺嘛。唔過冇強人啊，冇相關啊，還有我愛老大家分享一下啦。哦，買二手嘅東西哦，千萬唔好買個家電啊，電器家電。愛送拜哦，買個電器家電嚟天鳳嘛。哦，買才應用熱哦，清涼清爽。哦，結果一張禮拜嘅時間就變起，佢前面個罩有沒有罩子變起？哇，真危險呢！你唔買家見地佢都得會壞嘛？係啊，快壞了。不手太緊，唔好去買二手家電，一定要買新嘅。係真嘅，嗱天字產品吼，看我杯真嘅唔抵，佢係好也快。不過聽講你家頭擺要買手機咩天字產品嘅問題？因為像我頭擺好上嘅時咩冇錢嘛，第一擺買嘅自費型嘅手機。喺我自家買嘅就係二數嘅，因為嗰時嘅機亞數機吼差唔多1萬2塊，沒當貴嘛。唔過我買嘅時賺5000塊，天天我知道，哇，要上到錢嘅唔掂喎，撐到嘅。唔過像關平講呀，真係有時時會食虧。唔過每次到買家庭嘅時節啊，天初愛先檢查好勢來，愛面對面來去交貨。按用啊，真唔會卡食虧啦。今日大家講到青島嘅環保嘅方法吧，所以我本大家來回顧一下自己的環保方式，再來檢視一下，到底哪一條地方還做得加強努力幫忙？關佢。哦，我老大家講吼，因為呢，我老嘅朋友嘛，有向下發起一個活動，就會會選個淨灘活動。對啊，因為呢海洋的那個污染哈非常嚴重。啊，故說呢哈，兩個人就一起辦這個活動，合辦這個活動，然後想要讓這個社會啊，這個給未來我們好了，夠了，給 Annie 嘅子孫哦，按用呢？我有做啊，Annie 嘅子孫感覺哦，那個世界多麼美好哈，關於一個善良嘅人啊，然後為大家着想。謝謝，好，謝謝冠軍，好，謝謝冠軍，還有太嘎。做點投胎轉世以後哦，將會回來看到這個環境多麼的美好，多麼的快樂。謝謝，聽人嘅人氣啊，我上到你嘅頭台就為你感覺艱苦啊，你冇，我上到頭台咧。是他聲音，你下聲音開始努力。真嘅。這個對面本人來講好嘛？我知道我做在強迫去減嘅吼，那冇帶到嘅環保杯，我就冇買飲料。係感染陌生，都係要係，其實係有嘗試係喺乜唔記得帶環保筷啦。嗱喺冇帶到環保筷，係咪佢用陌生？係，唔過唔是講係根本要帶。等下說翻係喺外設就地方。就講冇帶咩吼，就不要去製造。對，垃圾，注意那個源頭，不要再製造更多。其實大家今日講到青島嘅環保嘅方法，唔知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注意到，你頭擺應講吼，碳流防春地，留本子孫講，你下一改做碳流強力梯，留本子孫帶咯。我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發太假宮，你收嚟了咯，拜拜。上來了。